我怎么能跟你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呢？真是瞎了我的狗眼！弟弟，现在不是侮辱狗的时候了，你赶紧去梳洗打扮，我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中。医者，医者，我知道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吧！把握好尺度，见好就要收啊！啊，我也寂寞很久了，这很难说。医者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表情还挺丰富的，90后啊。啊，没有，等你们无聊瞎玩一玩。服务员，点餐。你看一看，想吃点什么？啊，你好。我就要一个田园沙拉就可以了。好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素食主义者。也不是绝对的素食主义，我是，有合适的也吃一点，但很少吃肉。能吃到一起的，永远不会成为敌人。我也喜欢吃素，那我来了。来一份田园沙拉，再来一份魔幻水果，还有一份笑脸酥饼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看来，你对这里很熟悉嘛？还好，经常也过来。梅小姐最近好像瘦了，是工作太辛苦吗？难怪你这么招女孩喜欢，总能说出让女孩喜欢听的话。谢谢夸奖。今天我点的都是素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我没有问题啊，不过没有肉的话，你吃得饱吗？其实我觉得吃肉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，好好的小动物，却成了盘中餐，我觉得很不公平。看不出来，戚先生还挺有爱心的嘛。不瞒你说，我之前在动物保护协